大家好，我係蔡偉雄啊。上個星期啦，我就已經預測咗日本未來3年嘅運程啦，就係2025至2028啦。咁今期咧我就講呢個西歐嘅運程2025至2028啦。咁其實咧西歐咧就喺呢個世界地圖嗰度啦，就包括呢個啦，德國啦、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法國啦、英國啦、格陵蘭啦、丹麥啦，同埋呢個冰島。咁咧喺呢個2024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出咗本運程書啦。咁就預測咗2025年，即係今年咧西歐嘅運程會係點樣咧？咁其實咧西歐嘅運程咧都唔係話特別太好噶啦。咁啊主要咧其實佢哋有個主選咧就係25啦嚇。咁啊前一兩集其實我都講過噶啦嚇。咁啊太陽神數裏邊咧有1至到40呢個數目者度嘅。咁15樓下嗰啲咧多數都係空嘅嚇。咁啊16至樓上至到40啦嚇。咁啊有吉有空係啦。咁但係咧就25都係空數嚟嘅。咁啊2025年咧咁啊喺西歐嘅國家咧咁啊得到呢個25嘅主選啦。咁其實即係一個空降啦。咁即係話佢阻滯多多啊，無滿無章啊，即係兵力不足咁解。不過好彩咁就佢哋得到一個好重嘅父母爻喺度啦。父母爻即係有人會去幫手咁解啦。咁所以咧喺2025年嘅1月至到西歷嘅8、9月左右啦嚇，都唔係話咁大件事嘅，因為個父母爻比較個 percentage 比較重少少，係啦。咁但係咧，咁如果你話想講翻一啲2025年嘅 detail 啦，喺西歐裏邊發生咩事啦？咁其實喺嗰本書度，即係我本流年書度咧，其實都講㗎啦，已經係太月太歲啦，臨幽門，但係見官鬼爻啊。咁即係咧講話國家領導人咧難以安寢啊嚇，日日咧就俾啲嘢煩啊。咁我諗大家都知道俾啲乜嘢煩啦嚇。咁只係一個人嘅啫嚇。另外咧西歐嘅出入口貨品咧都有一啲阻滯或者有啲延遲啊嚇。咁樣嚴重嘅話咧，就可能有機會咧國家內亂啦，甚至係有暴動嘅情況出現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文昌星啦、天王星同埋白鹿星咧，佢哋聚埋喺一個位度啊。咁呢個解法係乜嘢咧？就暗示咧一啲高級嘅政府人員啊，或者啲領導人物啊，或者啲高級名牌嘅領導人啊，甚至一啲有名氣嘅人啦，就有一次災難性嘅事情發生啊。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咧，今年教宗啦，就喺呢個4月嗰陣時候咧，就啱啱過咗身啦。咁所以咧就會應咗落，可能有機會應咗落呢個歐洲嘅數咯咁樣啦嚇。wrap up 呢個2025啦，就話歐洲咧其實咧都係呢個25主選啦，都係個屬於空算啦，咁就無滿無章啦嚇。咁就冇乜兵力啦，咁亦都話外國咧都唔係話特別太好嚇，因為咧其實外國咧都比較弱嘅今年係，加上呢個歐洲咧今年好重呢個父母爻啦，咁所以咧亦都未去到話真係好空嘅現象出現，不過就好多麻煩事發生咁樣。咁去到2026年啦，咁2026年咧西歐咧就唔係太過理想啦。首先咧有一個文昌啦，星主大啦就沖太歲啊。咁咧呢度講話咧有好多人禍發生啊。盟友啦或者咧一啲即係其他國家啦係啦，大家咧即係都有一啲好大嘅矛盾啦嚇。甚至咧會 challenge 一啲咧好高層嘅領導人咁樣啦嚇。令經濟嘅生意就非常之唔好啊。亦都係有機會因為貿易戰或者係一啲戰爭嘅嘢咧影響到成個局勢唔係咁好嘅嚇。值得一提一樣嘢就係話咧2026年咧咁就歐洲有一次咧呢個大火災同或者係嗰啲傳染病嚇。甚至可能有股災都未定係啦。咁如果你話火災嘅話咧，有機會可能係一啲閃電嚇，或者係啲因為天氣嘅問題咧令到一個好大嘅災難咧喺歐洲嘅境內會發生咁樣啦嚇。但係咧你問我如果講翻政治嘅話咧，或者係講翻一啲經濟上面嘅嘢啦嚇。佢哋亦都講話咧關口不通啊嚇，人事上面咧互相猜忌，可能國與國之間互不相信啊，大家好亂啊嚇。阿頭咧就容易會俾人哋challenge 咁樣啦嚇。另外一樣嘢咧就一啲天象咧就係咧去到呢個咧2026年嘅8月12號係啦。就有一個日食嘅情況出現啦嚇。呢次日食咧就可以喺英國西班牙
冰島啊個地方啊，甚至喺俄羅斯嗰頭都會望到呢個日食㗎嚇。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咧，日食嘅含義咧，其實都唔係咁好啦。咁啊，再加埋咧呢個頭先我講話有呢個大火災啦嚇。咁啊，有機會可能喺呢個咧西歷嘅6月啊、7月會發生啊嚇。咁啊，所以大家咧必須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另外咧就佢太陽神數盤裏邊亦都有講咧，就係有天上嘅血光之災啊嚇，可能有飛機失事啊，甚至喺水上邊嘅情況出現都未定啊。如果用一個去爻去睇西歐嘅情況咧，咁就佢有一個好重嘅官鬼爻喺度啊，喺2026年嗰時候，咁即係暗示咧西歐嘅地方咧好重呢個災氣啦，同埋呢個病氣喺度啊。咁所以wrap up 嚟講啦，咁2026年咧，咁歐洲咧就唔係話特別太理想啦。咁到2027年啦，咁2027年咧，其實咧就會喺2026年嘅中段啦，即係大概係8月左右啦，咁就會開始行太月神數嘅2027年嘅盤啦。咁咧呢度講就話咧，君主咧被欺凌啊，咁啊受到以下犯上嘅攻擊啊，咁啊或者咧領土被侵犯都未定啊嚇。咁新一年咧，君主咧無法動彈啊，思想咧行為受到牽制啊嚇，甚至咧可能有機會咧，即係一啲高級嘅政府人員啦，或者宰相嗰啲啦嚇，想 execute 一啲法例啊，或者一啲laws 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嚇，受到天氣戰爭嘅局勢影響啊，無法作出呢個execution 嘅係，咁啊加上咧佢個主算啦係1號啊，經濟咧個情況係非常非常之差，咁但係咧嗰一年裏邊咧就未發生嘅，咁之後咧就會有事發生啦，即係好似埋咗個炸彈喺裏邊咁樣啊，咁再加上咧喺2027年嗰時候咧有一支咧叫做我唔講卦象啦，係啦，咁咧就係話好重嘅火氣喺裏邊啊。咁個火氣其實咧就講話有機會可能冰島啊嚇發生呢個火山爆發啦。咁雖然呢個盤係講2027年啦，但係有機會可能2026年已經發生啦嚇。咁啊加上咧呢個天月啊、飛鳥啊、白鹿啊、見官計爻啦嚇，咁啊空中上面咧可能有意外之災啊係。咁啊，所以咧2027年咧就都係未必一個咁好嘅年份。咁去到2028年啦，咁2028年咧講就係話咧呢個西歐國家咧陰盛陽衰啊，乘虛而入啊，有人想好似謀朝篡位咁樣喎嚇。咁啊國家咧嗰個高級領導人啦嚇，無法咧喐動啊嚇，亦思想行為受到呢個咧牽制啊嚇。咁啊再加埋咧主算咧係3啦嚇，3咧係一個純陽數啊，純陽數咧呢個數係解話俾人攻擊咁解啊，亦都解話咧經濟非常之唔好啊嚇。咁啊再加埋咧呢個咧財爻啊嚇，非常重啊。咁財爻非常重咧係好多人都以為哇咁啊梗係好啦，有錢啦。咁其實咧財爻重咧亦都係講話咧經濟唔好，甚至啦可能有機會有股災都未定啊係。咁關口咧出入啦都有啲阻滯啦，或者咧係經濟唔係幾好，或者係甚至想 ship 一啲嘢出去咧 ship 唔到啊咁樣啦嚇。咁其實咧咁 wrap up 嚟講啦，究竟咧成個歐洲係咪局面話好好咧？咁2025年咧咁就其實咧可能有機會冇乜特別事嚇。咁2026、2027、2028咧可能經濟咧就會出現一啲問題咯，開始係。咁當然啦，大家知道啦，咁其實英國啦咁就係冇乜 production 嘅，即係唔係一啲好似製造嘅國家，即係好似生產嘅國家咁樣，佢哋係賣 service 㗎嚇。咁反而可能係法國啊、德國啊嗰啲咧製造業嘅國家啦嚇。咁可能咧會特別應落去呢一條數裏邊咁嘅嚇。咁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歐洲啊嚇，或者可能係要移民去歐洲啊，咁呢3年咧可以諗一諗先啦嚇，before 你真係會喐個人過去，因為經濟如果唔係話特別太好嘅時候，可能一個收入都係一個問題啦嚇。咁所以大家一個今日嘅呢個 video as a reference 咁樣啦嚇，多謝大家。如果大家喜歡我做嘅玄學預測玄學節目嘅話咧，咁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個 YouTube channel 啊，Master John Choi，多謝晒大家。